茶哥，茶哥，快出来！哎，又咋了？咋了，兄弟？这是干啥呢？这是你的羊吗，茶哥？我看看，就是我们家羊。哎，那妥了。这小子早上我来的时候一顿瞪我，我从小都没受过这么大的气。等你就等你了，那能咋？他能吃你了？那还咋呀？那咋弄啊？你试试。茶哥，我来你这儿还没吃过新鲜的呢。你再说这老大街的，他也下不了崽儿，尝尝得了。我给他洗洗澡。行吧，哎，你这个家伙，你想吃早说呀？一个羊能咋了？来。哎，不用茶哥，我给你整吧。你应该没瞪我吧？没有。嗯。嘿，哎呀，这。这兄弟可以了，走吧。哦，挂这。兄弟，快挂上。好，挂好了吧？哎，茶哥，他们宰羊不是吃吗？你挂着干啥呀？哎，你等等吧，可有给你好吃的。茶哥又整啥活呢？哎，干啥呢？去搬凳子去。快去，拿点油条。给茶哥。这。给我拿去。这。这，对。好嘞，先来点盐，这少放点盐，火锅底料来2个，来点葱。切，这个乱七八糟又搁了，辣一点好吃。再把个好好加火啊，我拿料去。切，割肉，快，好。快，这才是鲜的，块大片，切。好，八哥开吃吧。哎，姐，看，吃吧。哇，茶哥还是你会吃啊？这玩意儿就这么吃，喏。这个环境，这个肉，没治了，吃吧，好好吃。哎呀，这肉真新鲜呐！这个叫新鲜。兄弟，吃的，咱俩这个要够吃，放心。以后你想吃啥跟哥说，哥给你整，哥啥都会。哎呀，那我直接说不是不太好意思吗？有啥不好意思说就行了，哥给你弄。茶哥，你家有骆驼吗？骆驼跟我没有啊，只有牛羊。